今日吼，咱的主题是讲爱看以前的一寡医学文献。其实咱毋知影代志，虽然讲咱即摆咧学习的时阵，拢是正式的学校的课程拢是用汉字、用中文较济，啊有诶较进阶的，像讲大学的课程会用英语，但是大家毋知影是，其实伫足久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咱台湾人是会当用台语来学习上新的知识，会为外语来翻译做咱家己的台语。迄阵是用白话字来写，上出名的一本册就是这内外科汉学学。所以咱今日就邀请到嘛是我的真好的朋友，嘛是台语家庭的阿伯，陈德如医师，伊是伫乐东圣母病院的小儿科，甲我共款是小儿科，毋过伊的次专科是新生儿科。今日就后壁就邀请伊来甲大家分享。真多谢陈医师今日来做伙来斗老热。感谢先摆的介绍。我嘛真荣幸啦吼，因为有这个机缘来甲大家分享咱这个台语白话字的文献。内外科看护学其实伊是一本真伫台语界真有名的册，毋过大家拢普遍拢知影伊的名，毋知影内底到底是有啥物款的内容。所以今日借这个机会来，由着小儿科的专业这边出发来。用伊这册内底第40章论照顾甲养饲囡仔诶，这单元咧来甲大家做一个较简单的介绍安尼。好，来，咱先做自我介绍啊吼。我本身嘛是台大毕业，伫resident 的期间是伫更新，阁有台大小儿科来做训练，尾新生儿科是到国泰去做训练，期间嘛受到县家先摆真侪照顾。我会记我亲去 ICU 的时阵，县家先摆应该是费了上尾1年，算有小可定他着。好，台文的经历这部分呢，我目前有进前啊，有伫找台语的台语词典内底做一部分的编辑。即马有伫内底会当找到一寡日语的资料，我迄当时嘛有参与着。到2022年的时阵有去参加，因为大家知影迄当阵疫情嘛吼，就有当时COVID去互人关伫咧厝内面10多天，吼，就这机会有去准备这台语的认证，就有伫考过这个现代全面台语认证的系统。过当年春季的时阵，搁去考这个白话字检定的高级不通过。咱即马是。目前是伫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的会员，阁有做伙来讲台语，算甲奥妈妈好无协会的理事。好，咱进入到今仔日的主题吼，内外科看护学。这是伊的标头，这边会当看到讲伊的度假是这位戴仁寿医师。戴仁寿医师这是啥物人呢？咱等下就来做一个小解。当看到讲伊这边写的是台南基督长老教病院。大正6年，台南基督教长老教病院，这是啥物病院呢？这就是现主市的台南新楼病院。伊是伫1865年马雅各医师所创立。大正6年是几年？也就是1917年。大家若是对大正的年份较生分的，会使去算看觅，其实拄好甲中华民国年同款。所以大正6年。就是中华民国6年，大家会使去想象讲这时间迄个气氛的氛围。戴仁寿医师这看起来是汉名吼，毋过伊是啥物人呢？伊的本名叫做 George Russell Taylor， 伊是一个英国人，出世伫1883年12月6号，来到1954年来过身。伊出世伫倒位呢？伊出世伫这英国的 Newfoundland 伫倒位呢？咱来看这地图，这红色这角。咱看讲，即马伊是属伫加拿大的一个领地，毋过伫伊出世的时阵，这领地是英国的一个 Dominion， 算一个自治领。所以伊伫这边出世。尾读册的时阵呢，是去到英国的伦敦大学读医学院。
搁来是到英国皇家银行伊做外科医师的训练。好，当然伊是伫教会内底做伊的服侍上帝的事工，所以伫过来1911年的时阵，伊就为着要服侍这传播上帝的福音，来到台湾的新老病院，伫1911年28岁的时阵，来到台南这边。到1914年的时阵来做新老病院院长，伫这期间经过3-4年的写作著作来出版这个咱今日的主题来外科看护学。伊头一段伫新老病院的服务的期间是为1911年到1918年。到1918年的时阵，因为伊这服侍的期间已经满，所以伊就先转去英国。休困一阵仔伫英国做一阵仔工课了后呢，搁来台湾第二摆，因为迄当时因为可能因为世界大战的影响所以马偕病院有一段时间其实有长去。伊第二摆来的时阵，就是来整顿这马偕病院，伊就来做马偕病院院长，为40岁做到55岁。伊伫做马偕病院院长的这个期间呢，有看到台湾有真侪内病泰戈病类破死的这患者，伊对这照顾类破死患者有真大的热情，所以就去创办这老山医。中间有足侪过程等会当看到伊的书批。老山医为1934年到1940年是主办这个老山医的期间，这个老山医就是现主是老山教养院，到即阵还搁伫个，等会使来看伊的网站。这是伊迄当时在写内边救治会留落来书批，其实你会当看讲伊拢是会家己手写拢写这家己的白话字。即马认真去甲看其实有哪看会出来讲伊迄当时到底是咧写啥物？头一撮是主后1928年10月初一2点半，前台湾长老教会内边的部会有组织伫台北市中正町。台北市中正町差不多就是伫即马相连这所在，也就是马偕病院即块位啊。伫台北市中正町，伫戴润水的厝内一个人名附会的人有牧师陈清义、叶金木。叶金木是战后东门教会头一任的牧师，这去查来着。长老林văn忠，这无介确定过来这有一个解瑞廉，解瑞廉咧看讲这姓无介亲像台湾人的姓，这是啥物人呢？这就是马偕的后生，马偕一个故囝叫做解瑞廉，伊原来有伫这教会同齐来开会，甲戴润水，陈牧师祈祷开会，经戴润水做记录。技术讲明，伊甲政府怎样交涉内边的事，煞读伊所备办救治会的规则。读了后，部会有参考，煞解决规则，就照下面所写。写这边写第1条，名称台湾内边救治会；第2条，事务所伫台北市啥物丁目，啥物番地。这拢是日本式的地号名。第3条会的期间，第4条目的就是照基督的命令甲理想，清洁泰戈的人，看无改变，刷洗灵魂的欠缺安尼。这是1928年伊伫筹备内边救治会的一张批。搁过来到1931年的时阵，会当看到讲，迄当时的批是安尼写，这是安怎写呢？这是先用 printer 先拍好，印出来了后，再搁用手写去补充白话字所欠的迄个调号。咱看到讲这伊个调拢是家己手写补起来的。这张批我感觉真趣味因为你会当看到讲这地址，咱看到讲顶头有这马偕 Memorial Hospital 这个 mark，
这马区甲即马马街病院的迄个马区，我那共款啦吼。地址个是台北区 Formosa Japan， 1931年6月24日，吼，大家会当想象讲，这伫现主时加拿大领队这英国人伫英国读册了后，来到日本时代的台湾，写台语白话字的批，留到即阵，互咱读着，吼，咱即马去读，拢会当。佮看甲真明啊吼，拢知影伊内底意思写啥物，吼即边来读一句好，甲大家参详，即边好，位置是伫观音山骹西南边，真水，水有不离，即边有欠字吼，有4甲外田，14甲外山，山也真好诶，毋茫远道状况诶时，大家要来看才好。好，即个所在伫倒位呢？这是老三医即马的网站，即马佫看会到啊吼，所以拄啊所讲关于对人寿医师的即真侪诶代志，拢是为这网站内底参考来。伊伫倒位？观音山骹西南边即边吼，即边这地图即马拢也看会到。好，安尼咱关于对人寿医师的对人寿医师的代志，咱就大概先讲到遮。到遮有大家有想要问啥物问题无？安尼咱就继续来看咱今日主题内外科看护学的部分。好，内外科看护学吼，先看伊的这上尾字啊，上尾字啊这边有写讲这印刷的所在，吼，印刷的所在，伊是送去到这个约克哈马，汉字写菲律宾，吼，所以这本册其实是伫约克哈马印的，印好了后，佮送转来台湾，互大家读。哦，伊主要是参考即个 Oxford A Handbook of Nursing， 也就是护理学的一本谱仔来去做翻译。有一寡翻译的部分呢，有真侪名词，吼，等下咱嘛会举几下例来做名词探讨。吼，伊是按照日本话 Dr. Onda's Dictionary， 吼，你即来做翻译的参考，有参考真一部分中国话，有一部分日本话。吼，咱等下来看就知影迄个其中有即个真侪美角，佮有技巧的所在。好，这是伊的目录，伊分做4篇。第一篇是讲解剖学甲生理学，第二篇讲普通看护学，第三篇讲外科看护学，第4篇讲内科看护学，差不多拢10章安尼。上尾后有即个情报甲语类适应。咱今日要看的是第4篇内底上尾一篇，照顾甲友善囡仔。这是照顾甲友善囡仔的这册翕相啊吼，差不多有8面到9面，内底有图有表吼，甲咱即马在看的迄个 textbook 其实真相像啊吼，就是安尼图有表。咱会经其中的一部分来伫这边来简单读，互大家听呢。好，来第40章论，这边拍1拍2是我家己记起的票头啊吼，内底其实无安尼分，毋过为着方便理解，所以咱就照部分来读。头一部分论照顾甲友善囡仔，囡仔是国的地基。所以最要紧是着照顾友善。俗语有讲天生地养，也讲天生人，意思就是上帝有交代囡仔互父母养饲，可惜父母较常袂晓培养细汉囡仔。论照顾囡仔的幅度，照顾破病囡仔比照顾破病大人佫较为难。囡仔的品性甲大人的品性真大各样。咱就会记得保罗所讲的话，就是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成人就会无囡仔的事。所以这经验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其实用真侪教会内底的话语，大家会当了解讲白话字是字，
所以我咧读的时阵呢，无一定就完全照伊顶头的腔口去读，我会当照我家己的腔口去读。因为其实伊当时啊咧写吼，伊的腔口主要是用这下门的腔来做一个基础，所以无一定完全拢符合即马现代台湾人的惯势。当然各人有无共的腔口，所以其实文字甲音标差伫倒就差伫遮，会使按照家己的即个惯势的腔口去读。我这边吼，拢会按照我家己的腔口来读。大家若是有倒位看对袂着啊，还是听无惯势的，你再慢慢随时都会使来讲吼。好，来，这废模。就废模呢是即马较无咧用的词。好，第二部分来，伊这边是讲到体重甲成长的部分，就是写讲，一月日的时阵爱偌重，2月日的时阵几公斤，3月日的时阵是几公斤，才有一个表。到第三部分的时阵是讲大便，伊这边大便的迄个讲法真趣味，读互大家听嘿。讲囡仔的大便出世了，过3-4日，迄个粪的色是乌的，后来渐渐变换，亲像搅鸡卵的款式。头一礼拜逐日大便2-3摆，后来迄个粪的色是黄颜，也较袂假假。到第12月日的时，逐日大便1-2摆，若有便的时，大便就变青色的粪，也拢水假假，佫真臭。粪有未消化的物，有时会加血出来。佫来食奶，食奶这个部分真趣味啊吼，因为有一寡是甲现代的概念无介共，尤其迄当时啊是看起来应该是还无配方牛奶粉的这个发明，所以拢是用牛奶。大家会使比较看觅讲，咱即马小儿科、妇产科这边咧饲婴的时阵，甲伊迄当时啊100年前的知识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咱来读。囡仔出世了后，24点以内唔免互伊食奶，敢若用1-2汤匙辣润烧的滚水互伊啉就够了。饲囡仔有3项法度：第一，食奶，老母还是奶母的；第二，用牛奶还是人做的食品互食；第三，第一甲第二3餐做一个样。来，食老母的奶是自然也第一好的法度。若是老母有破病，袂得通饲伊，请奶母着用惊。也伊本身的囝，就甲所要饲的囡仔差不多病个，着照时阵来饲伊，毋通做一个互伊食伤多，还是较紧，安尼就较好消化，有时会吐出来。若常常互伊食，也是真毋好。所以毋通若看见囡仔一个好，就互伊食，的确着有定着的时阵。再来，第2日着互囡仔食奶4-5摆就好，后来着2点钟食1摆，平时对10点到早起时7点，互食2摆就好。对1家到第5家，暝时食1摆就好，后来对10点到7点，拢毋免互伊食奶。较大面来讲，头1暝无互食，囡仔会好；第2暝会阁好。毋过连暝困，第3暝还是第4暝拢好困。你讲了真趣味啊吼！会使比较讲，甲咱即马所养饲的办法有啥物无共？过来，囡仔咧食奶的时阵，毋通互困，也毋通互伊含奶头来困。若咧食奶的时爱困，后摆着停较久淡薄，才互伊食。食奶的时间着对10分至20分久。囡仔若吐，还是粪里有未消化的奶，较常是对食过头多。到这吼，大家会使
感受一下讲，迄当时100年前英国人的台语，写落来的台文是即个款式，甲咱即马现主席所讲，有啥物前差，还是讲伊会感觉，是毋是有一个英国腔伫内底，有当时有哦，大家会使过来斟酌看觅，过来，长领，囡仔若已经到业族，就长领，上久是12月。我看见囡仔2岁、3岁、4岁，还咧食老母的奶，安尼真大毋对。若安尼食奶伤久，囡仔袂养，毋成囡仔，老母也会衰弱变贫血。人讲人食鸦片，鸦片食人，还是人食酒，酒食人。安尼囡仔食奶伤久，通讲囡仔食老母，老母食囡仔，拢受损害。长奶的时阵，伫秋天还是冬天较好，也毋通忽然断，着稳稳啊长奶较好。过来就是饲牛奶，饲牛奶这边趣味伫倒位呢？因为迄当时是敢若牛奶，毋是即马已经配好的配方，所以伊是真正用迄个饲牛奶去调。咱来看这个调的办法。用牛奶也是人做的食物好食。若是囡仔袂得通食人奶，就食牛奶。这牛奶比人做的食物较好。人奶甲牛奶无相像，牛奶有蛋白质较侪，糖质较少，所以要将牛奶互伊食，就配合水。囡仔拄出世，对1礼拜至1个日，就一份的牛奶泡2份的水，也着掺淡薄糖。有时就加牛奶迄顶面的皮 cream， 所以这边会当看到讲，cream 毋是家己古早的概念嘛，所以伫 cream 伫较普遍进前，伊是安尼形容哦，牛奶迄顶面的皮就是 cream， 过来，这个牛奶若到牙膏，毋免加牛奶皮，惊了食袂消化。囡仔若大，水就渐渐减少。囡仔若3个日，牛奶甲水就对半。囡仔到6个日以后，就两份牛奶1份水。约7个毋免泡水，互伊食牛奶拄好。这碟通互伊啉淡薄暗，还是一半摆用粉类互食。10个日通互食肉茶，还是鸡汤。囡仔一岁足，囡仔一岁足就通食鸡卵，还是糜甲牛奶。后来若久，互食较甜的面。18个日通食淡薄仔软的肉，不时就将柑仔、果子的汁互囡仔食，预防生骨的病。这甲即马的概念真大无共啊吼！会当看到讲，伫迄个无配方啊，阁有副食品也无遐尔发达的时代，因是安尼来泡牛奶互囡仔食的。遮阁有真侪规矩哦，伊这边就是1、2、3、4、5、6、7写真侪规矩来，咱来看伊是安怎样来写饲囡仔的规矩。囡仔食奶有一定的时，未到食的时毋通互伊食。食奶的时，看好着点饭的，毋通出去互家己食，也毋通互食伤紧，着慢慢食。饲囡仔的时，迄支饲奶器看好着摕伫手里。饲奶器是啥物货？敢是即马内干啊？等下有图会当来互大家看。第3着清气，囡仔食奶了，迄个饲奶器着洗好清气，也着过纱。洗了浸迄水，用布掩咧，通搁再用。囡仔食奶了，着用 glycerin 甲保乐洗伊的喙内，互清气。洗就食奶食了爱洗喙啊吼。囡仔食1摆的奶，毋通过20分久。囡仔毋通含奶头煞困去。囡仔食了，若牛奶有剩，毋通搁创烧互食。
牛奶的温度就98度 F36.7度 C。哦，这是饲冷器啊吼。哦，饲冷器伊这边我哪有介绍，到即马因的敢若真无共，伊是一个唇形，啊头前是亲像零头互囡仔食的这个部位，啊后壁有一个塔仔。好，这边有写啦吼。牛鳞斑的款式是亲像船的形状，双头有空。这个特别的斑叫做囡仔的饲冷器。这个零头的空唔通伤大，因为唔爱互囡仔食冷伤紧。斑尾也有一空，这边 A 这边是斑尾，斑尾也有一空，这空是要较利便通洗。搁一项囡仔食冷的时，尾迄个空虽然有凸，迄个凸中有钻一个空，通互空气缀牛奶入去。哦，这边，这边塔仔内底一个空安尼。好，这边有饲鸭仔的表啊，吼，就甲大家讲，几个日、几礼拜的时阵，吼，3日到7日，3礼拜至2礼拜至3礼拜，4礼拜至5礼拜，6礼拜至3个月，饲偌久？你是爱饲偌久？吼，暗时会当10点到早起7点饲几摆，一摆饲偌济？吼，一工安尼24点钟来食偌济，拢写伫遮。哦，这是饲鸭仔的表。哦，过来。哦，过来有讲到这消毒牛奶的法，咱嘛会使来比较讲，咱即马的概念有啥物无共？哦，既然牛奶边边拢有含微生物，总是有诶敢若牛奶变酸质，有诶会互滴到冻症，亲像小肠热、乌热啊、心房热、西弗德利亚、结核症，甲几啊种下痢即个症。牛奶照记伫下底的时阵，搁较着注意伫杀菌的事。第一，天气炎热，搁较袂通得到新鲜的牛奶的时，第一着注意。第二，有时是袂定定将臃肿的牛的牛奶。第三，牛奶已经经过24点钟，煞袂得通放伫冰箱里，总是伫热带地。牛奶放遐久，稳当歹去，唔通用。第四，传染症亲像小肠热、心房热、西弗德利亚、乌热啊，甲各种下痢症在流行的时阵，好，咱这边就是有看到讲，连续出5个病：小肠热、乌热啊、心房热、西弗德利亚、结核症，这是啥物病的？咱头一项先看小肠热。哦，小肠热，照其实就是 enteric fever 啦，吼，typhoid。会使去看伊这后壁有这个乙类的部分，等小肠热，伊是按照白话字的这个顺序来排。小肠热 enteric fever typhoid。这是甲中文较相像。另外嘛有讲肠仔吉布斯，等下再来讲。乌热啊是啥物？好，乌热啊，这其实是按照日语汉字来的吼，会当去找乌热啊，就会当找到即块图。当边啊有写即个卡拉卡纳，写啥物呢？科雷拉，科雷拉，就是科雷拉啦吼。所以这个乌热啊其实是科雷拉，经过日本人的翻译写做乌热啊，这边搁一摆用把这个汉字读做台语白话字，读做乌热啊。过来，吉夫特利亚嘛是相款啊吼，同款的这个情形，原底是啥物 ？diphtheria， 按照日本话来写，吉夫特利亚，日本人搁改写做汉字，吉夫特利亚，这边搁用台语来读这5个字，是夫德利亚，安尼，是夫德利亚是安尼来的，原底就是咧讲这个。中国话讲白喉的这个症，吉夫特利亚。这个字吼，字其实伫日本内底有一个落音，所以伊是用字。其实这是较滑音，吉夫特利亚。
佮反头去找是安怎伊是安尼写，会当看着讲，明治30年，也就是1897年的即个时阵，日本已经有公布即个传染病预防法。啊，传染病预防法内底就有写着讲，哦，即好大家车哩当啊吉布斯，就拄仔有讲，这就是小肠热。哦，发疹吉布斯，先防热，西弗德利亚。啊，佮有即个 pesto 就是迄个鼠疫，乌丝病迄个鼠疫。好，所以这边就是要甲大家交代讲，真正迄当时啊在翻译吼，有真侪困难的所在，也有参考中国话，也有参考日本话，啊，佮爱配合迄当时啊政府的即个法律的部分，所以啊，都拢有伫即个写作的过程内底，经过真侪困难。好，啊，过来读一部分，微生物的法度是照下面，哦，这边嘛是会使甲现代的办法来比较。第一，将冷煮一点还是点半真久，迄个温度就有212度 F 度，温庆点，用80度的法度将冷煮30分钟久，迄个温度就有155度至170度。大概用155度 F 的温度就30分钟久，也到也通杀灭迄个病的细菌。杀菌了牛奶无得卡通讲是无毒的，因为微菌虽然通杀chết，毋过硬包若无煮遐久，袂通一尽消灭。明先讲到遮，后壁吼，佫有即个交代讲要安怎样来穿衫，啊，佫有洗囡仔的即个办法。咱若是对这本册有趣味的所在吼，会使去看即个网站。吼，这是高雄医学大学的皮肤科医师第4种医师，伊有甲规本册拢扫做 PDF， 啊，放去你即个网站顶头。啊，伊是安尼分一张一张。哦，包括伊的头绪啊，后壁讲理类啊、情报啊，内底一张一张拢有拆做，就是较好看 PDF， 伊有拍字，啊，毋过有当时有一寡开谱有拍定白的部分要注意。哦，啊，最后若是对迄当时语类有兴趣的吼，迄当时伫隔离的期间，就有做一个整理啊，嘿，啊，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扫这个 QR code，内底就有甲即个白话字、汉字、英语的即个对照表，吼，拍做即个 Excel 档案，啊，若是有需要抄出，就会使伫即个档案内底抄出，安尼较紧。好，安尼我今日诶分享就先到遮。啊，毋知大家有啥物问题想要来讨论的无？还是拄仔有读倒位读电单啊，还是讲想要搁来研究的部分，大家来做伙研究呢？真多谢陈医师的分享啊，咱大家敢有啥物问题？要举手无？因为家己嘛读过啦，啊，毋过就是有当时想要翻译一寡书啊，会当参考以前的人，伊是咧安怎翻译，但嘛无一定完全按照伊啊，因为毕竟一个语言过100冬，伊100年前的人咧讲话，甲即摆人讲话，可能范式有无共款，像讲翻译的代志嘛是，在翻译的时阵，咱嘛当有新的一种翻译。像讲伊的一寡翻译是为日语的汉字，佮家己硬翻做台语的。啊，咱即马会感觉讲，用迄个汉字，若直接用汉字的读音去翻做台语的硬语，所以像讲举一个例啦，若是讲是弗德利亚哦，哈哈，Diphtheria，就是弗德利亚，即咱读起来就较无迄种感觉。嘿啊，伊就小可已经走前去啊。对，这嘛有一点哪像是一个国家的名啊，咱平常惯习的就是为，毋管是英语也是原本的迄个国家的语言翻做
中语的汉字，就是一般咧写汉字。啊，咱台语咧翻译的时阵，若是硬甲迄个汉字翻做台语，就是用台语直接去读迄个汉字，即个音可能嘛会走精去。对，确实是有这个情形啊。对。毋过就讲这拄仔所讲的吼，英国人伫日本时代的台湾写台语的作品，吼，伊有足侪需要照顾的面向，咱即马无一定需要面对。啊，当然咱上界需要反正就是台语本身要安怎样来处理这些新的知识。对。啊，其实我感觉台语上需要，除了讲大家要变说讲以外啦，一寡新的知识要安怎为外语直接翻做台语，互大家当用台语来吸收新的知识，这是上界重要的。因为真侪人拢会讲啊，你讲台语有啥物路用啊？你用台语我都学着科学，我都学着医学的代志，因为有人会安尼讲。但是你毋知影可能是100年前就有人咧做即种代志，啊，若是咱伫未来啦，嘛会当做共款的代志，可能有人会当用台语去读册，而且是体制来学校，当然这是一个希望啦，希望伫未来有体制来学校嘛，有大学会当用台语去教课，毋是干那用台语，毋是干那开伊用台语去教大家安怎讲台语，是用台语咧教课，安尼即语言才有较健康的未来。啊，但是可能咧翻译的时阵想讲啊，我这要安怎讲，要安怎讲较好，可能甲以前的人无共款，毋管共款无共款，其实就勇敢甲伊讲落去，还是翻译落去，还是讲一寡新的物件，毋知安怎讲的时阵，勇敢甲伊用你家己的理路创造一个新的，啊，大家讲久啊，可能就有一种共识的，会感觉讲这一种讲法是上好的，但是就是头起要有人想安尼做落去。我感觉即马就是，其实就是爱先讲啦，因为其实讲久了吼，大家慢慢会有一个，其实，大家若是有在讲的这个群体内底，其实原来有一个语感伫的，若是新的物件成立来了，我感觉就是大家就先讲，讲啥物拢无要紧，讲久了自然有一个共识，对，好。啊，那即马无啥物问题，咱今日演讲今日分享就到这，真多谢陈植如来甲大家介绍这白话字的文献吼，大家有啥物问题的时阵拢会用去查，以早其实就真侪人有做过台语翻译的即种代志，而且是用台语来翻译上新的知识，互大家知影。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后摆过来参加。若是有大家有想到啥物好的主题想要分享，欢迎甲我联络，就欢迎的。安尼就大家再会。好，再会。拜。